再来看航空警察局嘛，查到有一件跨国走私大麻花的毒品案，一个咱高姓5的查某人哦，10月时对泰国查超过16公斤的大麻花入境。初步调查，这个嫌犯是伫社群软体熟悉国外共犯，规方是以交往，佮提供国外工作机会，邀请伊去泰国，爱斗相共偷查毒品，转来台湾。在买个以上桃园地检署侦办。 甲包装拆开，确定内底是大麻花。航警局安检大队会中关务署台北关10月伫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检查为泰国曼谷入境本国籍一个姓吴的查某人伊的托运的行李，伫内底发现30外包第2级的毒品大麻花，重量有到16.22公斤，初估市值超过台票3000万。查获一名本国籍犯嫌，将第2级毒品大麻16.22公斤夹藏在行李内，企图走私入境。 初步调查，犯案的这个50岁姓吴的查某嫌犯是工厂的作业员，透过社群软体熟悉一个查甫的共犯，对方以交往、甲提供外国工作机会的名义，协助伊订机票、甲安排旅程，请伊到韩国运送毒品。查某嫌犯红了了后讲，伊毋知迄是毒品，就是斗早破抢倒来台湾。经调查，犯嫌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国外的共犯，遭对方以交往、提供国外工作等机会。 诱使携带毒品来台。专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扩大追查幕后集团，甲伫台湾接应的共犯。航警局提醒，运输第2级的毒品会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提醒民众网络交友、爱情诈骗的陷阱，都要提悬警觉，较袂变做犯罪共犯。记者综合报道。